Jessica，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出席印藏合作论坛成立25周年庆典；达赖喇嘛尊者祝贺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加冕；司政边巴次仁圆满结束对欧洲4国的访问；司政边巴次仁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专访。美国国务卿关切中国大规模采集藏人基因样本的问题。藏人代表在联合国审议中国前提出西藏妇女的处境。西藏文化节在东京本愿寺举行。驻台代表格桑坚参在台北参加欧洲日庆祝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五5月5号作为首席嘉宾，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出席了印度各地拥有250多个分会的知名远藏团体印藏合作论坛成立25周年的庆典。达赖喇嘛尊者在庆祝活动上发表讲话时，提醒藏人民众要感谢印度政府和人民为流亡藏人社区所提供的便利，特别是为保护西藏的文化遗产以及向藏人传授现代教育方面提供的支持。尊者还对印藏合作论坛一直以来对西藏自由事业所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随后，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部长塔兰卓玛在活动上致辞时，感谢印藏合作论坛在过去的25年里对西藏自由事业的坚定支持，并赞扬印藏之间维持数个世纪典范的师生关系，以及复兴佛教教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也感谢印藏合作论坛和印度国会各党派西藏论坛等支持西藏团体的长期支持，以及多年来在各地提高印度民众对西藏问题的认识等运动。印藏合作论坛的赞助人兼创始人英德雷什库马尔等嘉宾出席庆祝活动，并相续致辞。另外，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加冕典礼于上周六5月6号在伦敦威斯敏斯大教堂举行之际，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致函国王查尔斯三世表示祝贺。尊者在贺函中回顾了他与国王之间的友谊，并祝愿国王在迎接未来的挑战和机遇中取得圆满成功，实现英国人民的希望和愿景。同时呼吁国王继续以善良和爱心履行这一重大责任，致力于为国民服务，并为建立一个没有暴力冲突的更加和平的世界做出贡献。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四5月4号在访问丹麦的最后一天，相续拜会了丹麦议员、丹麦人权研究所和丹麦批判中国协会。当天上午，司政边巴次仁会见了丹麦议会外交事务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议会主席团第3副主席卡斯特·洪格议员。下午，司政在哥本哈根拜访了丹麦人权研究所，并拜会了该研究所的执行主任路易斯·霍尔克和国际部主任梅特·蒂格森。在为期1小时的会议中，司政边巴次仁向上述2名主任介绍了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包括100多万4至18岁的藏人儿童被迫进入殖民式寄宿学校和幼儿园中接受汉化教育等问题。当天，司政还在丹麦议会会见了丹麦自由党议员、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金瓦伦丁，随后首次拜访了丹麦批判中国协会董事会成员，并与丹麦各政党的青年代表们举行了会谈。在圆满结束对丹麦的访问行程后，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五5月5号上午抵达此次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德国慕尼黑。在抵达慕尼黑机场时，司政受到慕尼黑藏人协会主席丹增索朗和该协会成员的迎接，随后在下榻的酒店会见了慕尼黑藏人协会的执行成员。
当天晚间，司政向慕尼黑及其周边地区的藏人发表讲话。次日上午，司政在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去吉的陪同下抵达法兰克福，受到法兰克福藏人协会主席汪姆嘎措、副主席次仁顿珠及当地藏人民众的迎接。在圆满完成对英国、挪威、丹麦和德国为期2周的访问后，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一返回印度首都新德里。与此同时，司政边巴次仁还于本周二5月9号开始对印度喜马偕尔邦首府西姆拉、库鲁马纳利、麦迪和扎西囧藏人定居点等周边地区展开为期9天的访问。本周二，司政边巴次仁开始对西姆拉的各藏人定居点、寺院、首席代表办公室、地方机构办公室进行了视察。本周四5月11号晚间，司政率领由内政部秘书长班丹顿珠、助理秘书长丹兹诺布、西姆拉首席代表茨汪平措等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拜会了喜马偕尔邦首席部长苏克温德辛格苏库，并向上述政要提出西姆拉藏人社区面临的各项问题。另外，在司政边巴次仁近期对英国访问期间，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节目主持人莎拉·蒙塔格的采访。双方一系列有关西藏问题的对话于上周五5月5号在英国广播公司第4电台上进行了播报。在采访中，主持人问及司政西藏的诉求时，司政回答指出，西藏人民寻求的真正自治不仅是名义上，还包括实质性的自治。通过对话和非暴力的方式解决藏中冲突才是互惠互利的。另外，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于本周三5月10号在自由之家的年度自由奖颁奖典礼上，对中国大规模采集藏人基因样本的问题表达关切，成为关注这一问题的美国最高级别的官员。布林肯在发言时指出 ，Access to human genomic data opens up a whole other set of human rights concerns. Advances in biotechnology have enabled genomic surveillance based on a person's DNA, potentially facilitating abuses, and we've seen some of those, for example, committe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gainst Uyghurs and other minorities in Xinjiang. We're also concerned by reports of the spread of mass DNA collection to Tibet as an additional form of control and surveillance over the Tibetan population. 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和西藏妇女协会在本周一5月8号举行的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第85届会议的公开简报会上，就西藏妇女的状况发表了联合声明。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去吉与驻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联络官甘丹措姆以及西藏妇女协会主席丹增卓玛参加了会议，并与联合国相关委员会的成员会面，向他们介绍了中国统治下西藏妇女遭遇的歧视问题。在为时2分钟的口头汇报中，甘丹措姆代表驻日内瓦办事处和西藏妇女协会强调了中国政府的歧视性政策对西藏妇女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并提出中国政府在强行让西藏的青少年进入殖民式寄宿学校接受汉化教育等一系列问题。鉴于联合国条约机构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审查会议，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和西藏妇女协会就中国统治下的西藏妇女的状况提交了一份详细的书面材料。另外，总部位于日本东京的西藏之家于5月3号至4号在东京的驻地本愿寺举办了为期2天的西藏文化节。该节日恰逢日本的黄金周假期，来自日本各地的支持者和游客享受及体验了西藏的文化、历史和精神。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次汪加布阿若亚博士在文化节开幕式上致辞时，回顾了西藏与日本的古老关系，强调每年如期举行的西藏文化节复兴和发扬了这一古老关系。此次举办的西藏文化节召开了一系列有关西藏的历史、宗教、禅修等方面的讲座。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石滨由美子教授在开幕式上发表了演讲，并通过视频介绍了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与西藏的历史关系，同时详细介绍了历代日本僧人进入西藏求法的情况。
今年的西藏文化节为日本各界民众和当地藏人提供了分享西藏文化、美食、传统音乐和舞蹈的平台，同时为参观者提供了有关西藏境内外的情况等讯息。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为庆祝欧洲驻台北经贸办事处成立20周年，2023年欧洲日于上周六5月6号在台北市华山文创中央艺术公园盛大举行。来自16个欧洲国家的代表和台湾外交部的官员参加了为期2天的庆祝活动。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和秘书长米久玉珍也受欧洲驻台北经济贸易办事处处长高哲夫的邀请，参加了此次活动。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